破读学台语佮手的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53集261条。洗身躯了后，伊上爱予阿母ngiáu-sái，就是他洗澡之后，他很喜欢让妈妈来跟他掏耳屎咱下骹有4字要来选，咱第一字读做ngiáu第二读做ngiáu，第三字ngiáu，第四字读做nhá第一字这个ngiáu是咧讲ngiáu过空迄个ngiáu，第三字这是袅袅酸的袅262条。这届台风甲100-200支电火条ián-tó这次台风将100-200枝的电线杆推倒了咱下面4字要来选，咱第一字读做演，导演的演，第二嘛是演第三字演阿影片的演，第四字读做宴，宴会的宴263条。值日生下课爱甲乌枋的字擦的，值日生下课要把黑板的字擦掉咱下面有4字来选，咱第一字读做tshat还是插，第二读做tshat第三字读做叉，第四字读做切笔切的切啦264条。伊无小心把这支笔拗断就是他不小心把这支笔把它折断了咱下面有4字要选，第一字这字叫做拗红的拗还是拗红的拗，第二读做拗断的拗，第三字奥运的奥第四字澳洲的澳265条。迄堆火要化去你赶紧提火来提hué-ngeh来thà-hué就是那堆火要灭了，赶快拿火钳来拨动火苗让大家着起来咱下面有4字要选，咱第一字读做梯，主梯梯，第二读做塔第三字读做塔第四字读做打感谢大家收听。